耶穌在福音書中提到他的見證是基於真實的光明。他不僅了解自己的來源和去處，更指引我們走向真實的道路。耶穌的見證在於他的存在是權威的，無論何時他都是那真實的光。透過耶穌的見證，我們累積不僅是在於他自己的聲明，更在於天父的認證。這樣的見證使他的話語無比真實和公正。正如律法所提及的，只有兩個人的見證才可算為真。耶穌的見證正符合此原則。耶穌指出，人常常以自己的標準來評判他人，然而這樣的評價常常會偏離真實。時常，我們可能看不見更深層的真相和光明，這是我們的局限。耶穌提醒我們要擺脫這種以人為中心的思維方式，去尋找真理的本質。今天，耶穌仍然是世界的光，所有跟隨他的人將不再在黑暗中行走。他的光照明了方向，為我們帶來希望和力量。當我們選擇信仰耶穌，我們便與真理同行，走往光明的生活。在耶穌的見證中，真實和有效是互相連結的。耶穌的教導不僅僅是言語上的真實，更是在我們生活中起到指導和引領的作用。這樣我們在有疑惑的時候，也能夠有效的依靠和方向。